大家好，我哋嘅威修芬妮飲紅酒嗰陣時，你係咪都會習慣扭一扭個酒帽，甚至聽人講過轉得喐就係真酒，轉唔喐就係有問題，係假酒。今日一次過幫你拆解紅酒酒帽嘅迷思。第一，酒帽最初其實係用鉛做嘅，最主要嘅目的好簡單，就係封鎖個瓶口，避免昆蟲或者係老鼠去咬個軟木塞。不過後嚟發現鉛對身體同環境都有害，所以歐盟喺1993年就禁止咗。依家大多數改用石或者係聚乙烯，即係塑膠嘅材料嚟做。第二，酒帽頂部兩個小窿有咩用呢？其實主要嘅原因係自動化裝瓶線上機械將啲酒帽套落去個酒瓶嗰陣時，空氣會形成阻力，有咗呢一啲嘅排氣窿，空氣可以順利咁樣擠翻出嚟，酒帽先至唔會臭，亦唔會影響生產嘅效率。另外，佢可以用極微量嘅空氣透過木塞慢慢滲入嚟，令到酒液呼吸同埋熟成。不過相信第一個原因係最直接同埋重要嘅。第三，酒帽轉唔轉得喐同真假酒係完全冇關。有啲酒莊會特意封死，有啲係為咗防膨脹或者係運輸冷縮熱脹，會特意留有呢個空隙。但係要注意，如果酒帽本身係轉得喐，突然黐實咗轉唔喐，或者係個小窿有乾咗嘅酒痕，有可能係運輸時受熱，酒液膨脹流咗出嚟。呢一個係判斷葡萄酒有冇壞嘅重要指標。多年以嚟，大家已經習慣咗葡萄酒戴酒帽嘅樣，就算係螺旋蓋都經常造成酒帽嘅造型，為求美觀。但其實依家好多新世界酒莊為咗環保同埋減碳，提倡簡潔，已經完全唔用酒帽，仲可以方便去觀察木塞有冇漏液等狀況。你又中意有酒帽定係冇酒帽嘅設計呢？留言話俾我哋聽。另外，我哋仲有一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俾你聽。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嘅世界名酒或者係靚酒，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定期會收到最優惠嘅葡萄酒資訊。快啲掃一掃 QR Code，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啦！我哋係威修芬妮，記得訂閱、讚好我哋嘅頻道。下一次見，拜拜。